在地新闻，咱来关心台南嘉里一间做建材工厂伫昨暗9点外导火烧，因为内底放真侪塑胶原料，火一小时未收煞，大约有3000平方公尺全拢烧了了，家在无人安怎。一栋铁皮厝导火，火一直呛在烧甲正美，互人看到就惊。这栋3层楼高、钢骨铁皮的建材工厂，烧甲看袂出形。伫咧台南嘉里区海城里的这间工厂，专门伫咧做米内帮，一个康贝特帮顶建材。昨暗9点外，厂区突然间导火，消防队接到报案赶来现场牵水线拍火。因不因为伫厂房内有囤真侪塑胶原料，火愈烧愈大。对天顶看落去，3000平方公尺的厂房规个拢导火，火场的温度真悬。消防人员有当时也只好先暂时撤离。因过惊讲火遮大，会拖喺边仔去，所以出动消防机器人透明拍火。应该是无小心发生的吼，造成即摆全面无同控制啊。即摆就偏那边讲吼，做迄个做一个阻隔墙、防火墙吼，来偏那边。都影响到北京啊啦！好在在现场无人掉伫咧内底，火也无搁再传开。导火原因也个财务的损失，也个等待进一步调查。消防局提醒伫咧防尾、嘉里、七股、甲安南区的民众，要注意空气品质可能会受影响。相关单位也继续监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